台湾的人口结构还可以引来引老化。今年也一报嘅係作為醫道老年長期照護嘅相關報道，一禮拜就來關心推動嘅綠芽係用嘅作為。在1807年1月嘅統計，綠芽鄉嘅老化指數係224%，其中有121個即係10年係嘅老人家，不過也係啲登記後可能多為數目字。呢度嘅老人家有韓國手冊、韓國諸多嘅照護。綠芽健康促進會係間政府嘅資源同社區結合起來，準備韓國多嘅能量。為社區嘅按到老人家，是得有韓國多嘅活動，是得去參加，韓家有人感染組盤，重新尋到生命嘅價值，韓家是得生活到韓國有活力。8點6年成平嘅需求就來50萬嘅太年地區韓國幸福社區嘅老人家。一條價格起來超過4600歲老朋友，實際下就像係生意呢，除了搞了供養嘅嘰嘰喳喳，到最後食東西忙一落鄉嘅，還不用得其他一東西嘅。其實就是防止它退化那麼快，而且再來可以促進它的交際人際關係。因為有的長輩他自己一個人久了，他對接觸人群他會恐懼，他會怕。就連100歲李王少咩行出來，唔敢認睇不卡錯。來，我們歡迎18歲小姐出門啊！100歲啦！18歲啦！100啦！100，100，101啦！哈！18啦！哈！是吧？唔過根本日唔係單槍出來了食東西哦，係學來畫圖比賽嘅。有人講老人上歲子還前開始畫圖，老人家就請多出事，一下要視察，一下要編數，免得工作人員無限沏差，唔過還係忙一條嘅。第一就是他們的安全一定要顧好，他們走路不要讓他跌倒。像我出門，我一定會帶糖果出來，因為我怕他們血糖太低的時候，他們會暈倒，所以我都會問，然後會帶一些糖果、餅乾出來給他們，他們像我們的爸爸媽媽一樣。唔過也條親自性有難控制嘅老人家，讀到細阿哥誒就乖乖聽話誒。你吼按多細啊，學生吼都無教導，嘅開始哦，嘅書哦，卡筆哦，不準呢啊！82歲咧，卡筆啊吼唔會爭。有細阿哥嘅教你咁尾巴嘅啦，要出來了，冇出來又正常。較好啦，要出來了較好啦。佢度家性情都係安樣嘅啦，佢本來安尼當放縱，錯冇唔點樣辦，唔發嘛解。啊，你係要向上嘅嗰種嘅小鮮肉欣賞嚟教，都將講啊是介順咧做到那去講話。照1807年嘅統計，綠芽鄉嘅老化指數係214%，也就係全鄉65歲以上、韓國14歲以下人口比例係2:1。老年嘅人口特別的高，其中有110以上係10年係咧，不過也單槍係統計數4天。他們在鄉公所裡面不是獨居老人，可是他的子女都出去外面工作，只有老人家待在家裡而已。他這樣也不算他獨居，可是，在我們人看來，他只有一個老人在那邊，我們都必須要去看他們。在玉溪大學最近嘅研究發現，大醫3年得到心臟病，冇就係病腦嘅機會比一般人多出30%。一下老人家因為印度，大醫3年係咧應該看做係重大嘅空間議題。故所就算係中下地方資源少，綠芽社區之間嘛會將基本嘅供養搖搖悄悄，希望老人家多出來行，加強技能嘅社交連結。從我102年回來之後，然後接了理事長。我們社區裡面的這一些老灰啊，就是長輩啊，越來越多，所以他們都缺少我們這一些像我們比較年輕，甚至說有願意帶他們出來的人來把他們帶出來，讓他們能夠有快樂的身心。
你还多岁呀？我哋好76嘞。76个啊？哦。也以前係幹呢。以前幹20米，也下退休嘅掹20米，也心情係乜嘅啊？哦，我感覺心情是退休了哦，啊，做在公司去，做乜嘅都大家都講下所以聊聊唱歌安尼啊。上北北土都也下多年了呀。小學的時候，那時候大概50年了，50年了哦。哎，出来他跟饮料有歡喜嘛？真歡喜哦，有好新有好搞，有好畫圖大概。陳春妹小姐，請到舞台來。為到愛老人家有下那多嘅發通，看晚地話咯，100年健康促進協會關懷點成立嘅下，就安排嘅畫圖嘅課程，希望老人家做得睇腳比病體以後，幫佢獎筆來畫圖，將唔會故意咧錯睇嘅唔地做啱。在長期以來，在我們這個鄉下哈，較冇發通啦哈，啊，像3年前噶都上愛開的社區媽媽畫圖班啦。他們都出來畫畫，而且可以出來哈透透氣啊，每一個還可以出來聊天哦，不會窩在家裡面這樣子啦。陳春妹參加畫圖班已經6年lang誒，是因為他冇嘛多冇嘛好同人交陪，嘛是相愛唔會畫嘅，一下其實做得真開朗、真有自信呢，喺大家面前點佢畫嘅圖。咁早晨畫到一下喎，甜喎。唔會啦，真歡喜哦。按多歲咧，80歲。80歲都早晨到一下唔會開。唔會啦，啊都真歡喜啊！有安尼節目哦，好參加吼，也愛等啊，啊早晨做都來哦。長輩只要有生病，其實他的那種自信心就很弱，他會覺得說。我好像沒有用，我吃老沒有用了。可是我說他們在我面前，他永遠都是個寶。林志皮係對台北家來嘅，一開始係為到良心水，才開始關心老人家嘅。冇想到就按呢歸心密咧，嚟做一個頭路。喺奉仕嘅3年嘅過程當中，佢發現老人家愛嘅其實真簡單，就係愛有人同佢做伴。陪伴，真的是家人的陪伴。比我們這些外人來得好，因為有的長輩他會跟你講說：“子佩啊，我好可憐哦，我一個人，然後沒有人陪。”凍脆狗，其實心就揪着。但是他們出來，他們發現哎，有其他朋友了，我可以跟你聊天了，他們很高興。隻湖嗰嘅，係啊，隻幾萬啊，幾萬，幾都一要湖啊，一要鳳啊，一要花，乜嘢上乜嘢啊？上空夾到慢慢，弄係兩枚白嘅花，用一咩沿用韓國社通嗰啲圖，每一種弄紅羅花色同成法，就看得出佢學白圖以後心情嘅改變。啊，非常啊，將來啲畫圖嘅，大家中下呢，哦，咁唔會無聊呢，開肉盤啊，呢中下講花啦，中下料啦，咁啊呢，卡唔會無聊啊呢啦。兩妹同春妹共用弄義工唔冇，大幫畫圖唔單止潛到嘅朋友，馬體也當中再個潛到嘅生活嘅親密。我上小問叫，你用把人啱到千下啊，冇按歡喜啊，用嘅叫唔係，你拿來看，佢上次嘅幾度，攞佢要下畫圖嘅，嘅畫個，你看你，正經啲啊，等你都看佢當面笑，用嘅冇上次嘅是介唔下，佢是想講，佢義工談唔到，冇朋友好，佢仲係攞佢開講啊樣嘅。阿婆睇上空畫圖，畫啊畫，睇年嘅阿伯婆對紙風畫到鬼嘅沙旗嘅上面空。其實喺外面學老嘢，唔係講佢真去摸上嚟法，所以我哋為請一個摸強嘅舞台本去表演啦。發覺一擺了後，又新節了後，佢發覺第一件事情，因為做得繼續落去，就發一面壁。
哇，尤其开始排队哦，有人排队哦，但是你还可以签啊，因为而是那个募款啊，还会拜托人手来填下细表。 半夜的下午2点，一条寒窗被咬人用的，关的阿伯婆还在水当中。规村的人对60岁到60，有的人睇初上，有的人睇款。当天同样到苏年艺术家阿伯婆做白土以前的准备。有山有水。啊，有山有水。这边它这个先不要。不过含前处理好，阿伯婆就一类来的开始睇技术指头。有山有水有牛。 你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想象力超丰富的吗？看有冇有个上风，有山有水有牛诶。大埔北土阿伯婆开展的今年的生法韩国人际关系，还有人谈到名声来看呢。唔到底嘅就带动嘅提防嘅观光。是很多外客来哈，都会拍照这样子啦哈，会把它泼上网。现在来讲的话，应该在前省方面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说我们大研社区有一个妈妈。 画画班呐，哈，第一个可以带动观光嘛，第二个哈，他们的作品一段期间也会在做义卖，好，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是他们以后的班的经费哈也有这样子的。起标了哈，起标500起跳，再增加500哦，再增加做700。半夜的太年天气结合农村再生计划同阿伯婆办的一场阿婆的人生发展。 同时，喺天桥巷碰卖阿伯婆白嘅图，喺发展的非常好。阿伯婆必须白脚嘅睇前其他白嘅图。一讲到其他本人卖这位作品，知道请减少又请傻批。嗰一裝啲嘅弄條嘅有啦，嘅買嘅20幾隻買去啦，啲嘅嘟眼摸去看，嘟去買。 我都没买在地装啊，买地装该录的啦，先合适啦，录牙发录的发。啊，你吃得清傻批哈？老人家都说要个几批哦，又高了。 虽然係以巴東3美元利益有從州2.6 ABC 完整社區整合照顧計劃嘅項目，不過在因為要照顧嘅年輕度時常會唔拉開手。當然長照2.0哈，你要是政府想到講嗰年嘅社會一定會做到嘅事情，只不過你下哈，喺感覺上見沒有青苔資源用下來，冇資源未享用。 來做，我希望講中央團隊哈，做啲嚟重視啲食材工，會做一啲長照2.0啦哈，資源一定會用下來，人力咩好，物資咩好。陸亞健康促進會嘅理事長齊坤明就講，社區就也按多年，政府嘅政策不斷按多種，各做各嘅，點都冇法度做到按做到，故所其中社區下個政策結合起來。 就有很多的能量來照顧也按多人。你自然和了後哈，你就做啲分類啊，譬如講，你合作嚟做哈，樂齡做啲想辦法，簽字眼哦，簽信上，辦適當的課程，你要據點呢，佢對課程談冇按了解，你對做啲做嘛，做啲做訪視關懷嘛。 今天喊做咧做嘛個做共識這個區塊，那佢好好做好咧。至於從西站來講吼，佢較專業啲，因為佢顧嘅係該較冇按健康嘅老人家。你要喊那需要為整合。拜日都拜到拜5啊，逐方啊都有參加啦。哦，睇下就比啲老人家生活挺鬧熱嘅吼。 哦，迄老人家迄無聊吼，其實攏做搶茶，那個載過來，先有錢啦。哦，大家健康哎樣吼，無啲不好哎樣。一下規個太陽社區攏係阿伯婆嘅花布，一條7、8、10歲素人藝術家，作品唔但搶做得賣錢，喺名路後嘛親屬歡迎，還做得帶動路亞觀光里。萬人講，人人其他嘢就係冇用嘅，老虎嘅喏。